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5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陈模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新的一天。此刻我们要安静在主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向你，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心门，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中的真理，让你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引导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仅是只有知识的增加，更是在属灵的生命上与主你有更深的连结。我们将以下读经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7章来看到，大卫他本来要在他的好朋友亚希多弗的计谋当中，被陷害，但是押沙龙后来选择了户筛，没有采纳亚希多弗，能够得到保守，也能够连夜的渡过约旦河，使众人都全身而退。亚希多弗也抑郁而终，那原来最危险的计划被户筛给化解，那也是当初大卫他把户筛放到押沙龙的身边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你看见押沙龙他视人为民，那让他的野心没有办法得逞。但也看见大卫到了马哈念，但是不论是从南从北，都有朋友四处来相挺。虽然以色列人不挺他，但是这些外邦人呢却挺大卫啊。好，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可见大卫他虽然征服了外邦，但是他在外邦当中呢，却也依然有许多的朋友。那么今天继续来看第18章，押沙龙他怎么样的败亡啊？那么请陈默执事带我们来读18章的第1节到第4节。大卫王集合所有跟从他的人，把他们分成1000人和100人为单位的队伍，每单位有军官指挥，然后把他们编成3大队，分别由约牙的弟弟亚比筛和特加人以太带领出发。王对他的手下说：“我自己也要跟你们上阵。”他们说：“你绝不可跟我们上阵。如果我们败退逃跑，甚至于半数的人都被杀死了，敌人是不在乎的。但是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10000人，你最好留在城里，随时策应我们。”王说：“你们认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做吧。”于是他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1100的挨次出发。那从这里可以看出，跟随大卫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好，那加上昨天的经文提到亚门族的拉巴人，还有这个基列人，还有这个罗底巴人。好，那这些人的加入呢，那使大卫他组成了一支队伍。那他也把队伍分成3大队，好，有3个手下大将来带领。好，那就是约押，还有约押弟弟亚比筛，这本来都一直就是大卫的亲人。好，那同时还是3勇士当中的2位勇士，那还加上了加特人以太。那这以太呢，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的17节的地方呢，就有出现了。就是当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有600个加特人来跟随。那应该就是由这个以太来带领的。那本来是大卫不要他跟他一起逃亡，但是这个以太呢却对大卫表达的忠诚。好，那所以现在以太呢也被大卫赋予重责，那甚至连大卫也自己要跟着这一些他的部下一起去征战。好，那所以可见大卫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呢，好，他安定下来，但是他也是由被动转为主动啊，就是可能马哈念成为他的一个基地。
那所以在马哈念的地区，好，除了大卫在红色圈圈这个地方，那昨天提到的罗底巴人、罗基林人，还有拉巴人，那他们都来到大卫，那大卫呢就分3队往这个以法莲的树林来前进。那这3队呢，有的是100人，有的是1000人，或者更多或更少，但是呢，这个押沙龙的军队呢，可能就照户筛所提供的建议，集结的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样多，要来捉拿大卫，那就是要一次来打倒大卫。那所以，但是大卫虽然要跟上，但是这些人却不让大卫去啊。好，一方面大卫的年纪也大，因为大卫的年纪介于在62岁到65岁之间呢。好，那他年纪也大，那还有可能就是若大卫呢，如果倒下了，好，那其他的人可能就真的群龙无首。所以今天这些人愿意继续在这里那他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建立在上主的身上，还是特别是在大卫。所以大卫呢也知道大家的用意，所以就没有跟着上战场。好，那接着再请陈模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8节。王命令约雅、亚比筛和以太说：为我的缘故，你们不要伤害那年轻人押沙龙。全部兵士都听见大卫对他们的将领所下的命令。大卫的军队出去到田野，跟以色列军队在以法莲森林打仗。以色列人被大卫的部队打败，死伤惨重。那天有2万人阵亡，因战事蔓延到周边田野，死于丛林的人比在战场上被杀的人还多。那大卫他不能上战场，好，但是他对3个大元帅说，为了大卫的缘故，看在大卫的情面上，不要伤害押沙龙。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战争不是你死我活，但是他也希望3位元帅就是要保全押沙龙的性命了。所以这对3位元帅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就是要至少也要留下活口。而且圣经说，全部的人都听见大卫所下的命令了。所以大卫年纪大，但是大卫可能也刻意的要大家就是手下留情。那果然在森林里面开打，那上主是站在帮助大卫的部队，是以色列的大军呢被打败，光被杀死的就2万人，所以真的就是户筛的计谋得逞。好，那押沙龙呢，真的就是带了一群的人来到了这个以法莲的地区，那知道大卫已经过河，就要来这里来捉拿他。所以甚至呢，在这里第8节提到呢，死在丛林里面的人，比在战场上被杀的人还多。所以什么叫做死在丛林里面的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丛林以法莲的山区的树林当中，被树林吞吃的军兵比被刀剑吞吃的更多。好，这感觉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树林森林呢是会杀人、会咬人、会吃人一样。那可能是陷入在这个地形当中，或是陷入在这个没有不适合战争的地方。或许这也是大卫选择在马哈念成为他的一个大本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这个马哈念呢，当初也是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个伊斯波设听了这个亚尼尔的计谋，好，然后听了亚尼尔的建议，而在马哈念设立他的这个营区的原因呢。那所以在这以法莲山区，可以看见押沙龙的军队呢，从绿色的线一路上来，那召集了以色列的众百姓军队，那就在这个以法莲的山区，跟从大卫的3个军队马哈念来要正面交锋。但是呢，却在这个树林当中被圣灵吞吃的，却比被这个刀剑吞吃的还要多。好，那再请陈模带我们来读第9到14节。几个大卫的部属碰见押沙龙，当时押沙龙骑着骡子，
经过一棵大橡树底下，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骡子跑开，他就被挂在树上。有一个大卫的部属看到这情景，就报告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一棵橡树上。”约押说：“你看到他，为什么不就地杀了他呢？我会赏你10块银子和一条皮带呢。”但那人回答：“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动一根指头伤害王的儿子啊！我们都听见王命令你亚比筛和以太的话，说为我的缘故要保护那年轻人押沙龙。如果我违背王的命令，杀了押沙龙，王一定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那时你会袖手旁观的。”约押说：“我没时间跟你啰嗦。”他连忙带着3只矛去，趁押沙龙还活着，挂在那棵橡树上，把矛刺透押沙龙的心。那亚沙龙也自己带军了，大卫他留在马哈念，好，亚沙龙骑着骡子，好，那这骡子看起来就是不像是战马，好，那但是这可能是代表皇家的坐骑啊，还有就是马呢，在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讲，好，他们也很少有马的军队，好，那可能要到所罗门的时期啊，才有大量的引进马，好，马匹，好，来成为以色列的军队。那押沙龙骑着骡子经过这以法莲的树林，好，山区，好，那连他的头发都被树枝给缠住，所以可见他那个树林呢，不是说这个很干净的森林，就是必须要穿梭啊，要穿越很多的这个丛林，好，那连这个押沙龙呢，他的身上最明显的代表就是他的头发，好，那头发呢？每一年剪下来头发就将近有2公斤多重啊，所以是非常茂密浓密的头发，却在这片树林当中给缠住，骡子就跑开啊，所以在这里呢，有个隐喻就是骡子代表是他的王位，那他头发代表是他的荣耀，好，那他的荣耀呢就被缠住了，而他的王位呢就离开了，所以押沙龙呢就被挂在树上，动弹不得。那大卫的部属，这个看到了就跑回去报告约押，所以可能就是由约押带的这一队，总共有3队，那就看见了押沙龙，他怎样被缠在树枝上，那这个约押听见的呢，他第一个没有想起大卫的话。因为大卫交代说要谨慎，不可伤害那年轻人约押，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年轻人约押。好，意思就是大卫其实也知道这3个将领呢，其实都是很勇猛的。好，约押不是对手，但是呢，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手下留情。但是约押却反说。你为什么看见押沙龙不赶快对这个仆人说？你为什么看见他不赶快杀他？我会给你10个银子和一条皮带。好，那这个10个银子呢，在当时来讲，可能是当时1年的薪水，就是你会得到1年的军饷。皮带呢，就是他们可能这个身上的装饰或是勋章啊。好，但是那个部下却回答：“你就是给我100年的薪水，我也不敢动一根指头伤害王的儿子啊。”所以他们对大卫的忠心耿耿呢，更胜于约押。好，那因为他们都听见了王所说的，要为他的缘故保护年轻人押沙龙。好，如果我违背王的命令，那王一定会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他。好，所以从这个年轻人和约押的对话呢，也可以看见大卫他的做事或是行事呢，事必躬亲啊，而且他对每件事情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的部属都知道这是大卫的风格，而且呢他还补了一句说，当王知道之后，那时你会袖手旁观的，也说中约押，约押他是
非常的现实啊。好，那他一定不会像大卫这样有情有义，相挺到底啊。好，果然说中约押。好，那约押呢就不以为然，好，说我没有时间跟你啰嗦，好，我不能再跟你这样耗下去，到时候押沙龙逃跑了，好，那可能对大卫这一群人来讲又要陷入不利，所以押沙龙就拿了3支的短枪啊，好，那就趁押沙龙还在橡树上的时候，就还活着刺透他的心呢，所以就是在橡树上，好，所以这个图呢画的就有点压上，不太可能这样就被勾住头发了。好，那他可能这个树还要再茂密一点。好，那但是呢，这样押沙龙是死在约押的手上。好，那这个约押呢也违背了大卫的交代啊。好，那这也成为后来大卫对约押更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杀了他的儿子押沙龙。好，那我们再请陈摩执事带我们来读15到18节。有10个约押的侍从跑过去把押沙龙杀了。约押叫人吹号角，停止攻击，他的军队都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把押沙龙的尸体丢在树林的一个大坑里，在上面堆了一大堆石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往自己的家乡逃了。押沙龙生前曾在王谷为自己立了一个碑，因为他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名，所以为自己给那碑命名为押沙龙。直到今天，他还叫押沙龙纪念碑。好，那约押除了自己去，还带着10个人去。好，那约押他用3根短枪把这个押沙龙心给刺透之后呢，好，那就叫人吹号角，停止攻击啊。好，那就是这个战争结束。那他们也不去追赶以色列人，好，毕竟他们还是兄弟，那是同一国的，这等于是国中的内战。那他们把押沙龙的尸体呢丢在树林的大坑哦，所以这样的埋葬的方式呢，算是一种修路的埋葬法。可见约押对押沙龙是非常的不满哦。好，那这不满的原因，好，那很多，好，那但是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约押恨押沙龙，好，更胜于他要听大卫的命令。那这里讲到押沙龙曾经在王谷为自己立一个碑啊，好，因为他当王这一件事情呢，他要有一个碑，好，他就是以色列的王，好，那但是为什么立这个碑呢？因为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名了。我们读到第14章，好，在25节介绍押沙龙的头发的时候呢，也有讲到27节，好，14章27节讲到押沙龙有3个儿子。1个女儿，3个儿子都没有名字，反倒是女儿也叫做他玛，好，就是跟他的妹妹同样的名字，也一样的容貌美丽啊。那这3个儿子呢，好，发生什么事情不能继承押沙龙的王位？好，那以至于押沙龙另外另碑，虽然圣经没有写，好，要么就是夭折，要么就是出生有缺陷，好像米非波设一样，好，可能瘸腿，或是其他的理由，好，所以押沙龙立了这个碑。好，那这个碑呢是在王谷的地方，好，那王谷呢就是创世纪亚伯兰去打败这个北方的4王和5王的时候，救回罗德的地方其实也是离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远，好，所以这个碑呢，就立在王谷当中，好，在创世纪叫做沙维谷，好，沙维谷，好，那接着再请陈模带我们来读19到23节。撒督的儿子亚西马斯对约押说：“让我跑去把这好消息向王报告吧。上主已经救王脱离了他的仇敌。”约押说：“不，今天不要去报告什么好消息，改天再去吧。不是今天，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于是约押对他的古时仆人说：“你去，把所看到的事情向王报告。”
那仆人屈身下拜，然后跑去。亚西马斯坚持要去，又说：不管怎么样，请让我也带这消息。约押说：我儿，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你报告这消息是得不到奖赏的。亚西马斯说：不管怎样，我就是要去。约押说：那么去吧。于是亚西马斯沿着约旦谷的路跑下去，不久就赶过了那古时人。那当押沙龙死了之后，那这时候撒督的儿子亚西马斯，那这亚西马斯呢，在第15章的时候出现，就是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第一批是来跟随的非利士人，第二批来跟随的是祭司，那其中2个祭司的儿子呢，撒督的儿子，叫亚西马斯，也是那时候就来跟随大卫，但是大卫要他们跟约柜，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可见亚西马斯呢，也是来跟随了大卫，说他要回去向王来报告这个好消息啊。那因为上主救王脱离他的仇敌，但约押呢，他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呢，大卫一定会生气，所以他要缓兵之计，要亚西马斯改天再去通报。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而且呢是死在约押的手下。但是亚西马斯他没有表达，但是约押却要雇另外一个仆人古时的仆人去，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王。所以这个古时人看见什么在这边没有交代，但是他应该呢是看见押沙龙怎么样被埋葬或丢在坑里面，但是他没有看见约押怎么样杀死押沙龙。所以约押是要去释放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押沙龙死了但是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但是亚西马斯呢，他却坚持要去，说他一定要去。那约押呢，还对他说我儿啊，可见约押跟亚西马斯的年纪，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也不希望亚西马斯这趟跑去呢，惹大卫生气。你这样子报是得不到奖赏的，所以亚西马斯的动机可能就是如约押所说的，他以为可以带来好消息给大卫，然后就可以得到奖赏好，那这是一个祭司，这是一个祭司的儿子，那也是将来要成为祭司好，那但是呢，亚西马斯就听不进约押的劝，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所以约押也同意，所以亚西马斯呢就沿着约旦河一路跑，甚至还追过了古时人了，所以这个祭司呢，儿子呢手脚利落，但是这时候呢就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给大卫。好，那我们继续再读24到28节。当时大卫坐在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守望的人到城墙上去，站在门楼顶上观望。他看到一个人跑来，就向下喊：报告王。王说：如果是单独一个人，他一定是来报好消息的。那个人越跑越近了。后来守望的人又看到另一个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喊说：看，又有一个人跑来了。王说：这个人也是来报好消息的。守望的人说：我看见头那一个人跑的样子，好像是亚西马斯。王说：他是个好人，他一定是带来好消息。亚西马斯大声对王说：吾王万岁！就伏在地上叩拜说：赞美上主，你的上帝，他使陛下胜过了背叛的人。那大卫在马哈念在内外城门之间呢，所以马哈念也有一个城门有一个城墙甚至有外城跟内城，他就在那边等一方面他必须要被保护，一方面他也担心前线的战况。
那守望的人看见有人通风报信，好，那就赶快跟王报告。那大卫满心期待哦，所以大卫这时候在那边，但是心里焦急。他焦急的并不是他的3个勇士好所带出去的部下的安危，他担心的是押沙龙。所以这里说，如果他是一个人来，一定是报好消息。那这好消息会是什么呢？好，那第二个人又看见一个人跑来，那这个王又说这也是会报好消息。那守望人又说他看到前面那个人是亚西马斯，好跑的样子。所以连用跑步的样子都可以看出一个人，好，可见他跑的样子一定是很特殊。好，那但是他是做祭司啊，好，祭司通常是不太需要跑的，好，那所以从他跑步或是他的外表或是他的打扮，可能让人看出他是亚西马斯。那王又说他是个好人，一定是带来好消息，所以这样连续的讲3次啊。表示大卫心中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希望这个战争结束，而且押沙龙还活着。好，那这我相信是大卫他最期待的。那亚西马斯果然第一个来见王，好，那就告诉他赞美上主，他使你的神使陛下胜过了背叛的人。好，那这句话是以上主为中心，好，赞美上主，上主就是哈利路亚。好，但是呢，但是大卫听到这样的消息呢，好，却并没有跟着哈利路亚起来啊。好，那我们在最后请陈模带我们来读29到33节。王问：那年轻人押沙龙平安吗？亚西马斯回答：陛下，你的将约押派我出来，你的将军约押派我出来，我看到群众大骚动，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说：站开！亚西马斯就退到一边站着。那时古时人到了，向王说：我有好消息报告陛下，今天上主使你胜过了一切背叛你的人。王问：那年轻人押沙龙平安吗？古时人回答：愿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发生在你的仇敌和一切背叛你的人身上。王一听，悲从中来，就上城楼的房间去哀哭。他一面走一面哭着说：哦，我儿，我儿，押沙龙，我儿，恨不得我替你死，我儿押沙龙啊，我儿。好，那当王看见2个通风报信用跑的飞奔而来，都一定认为一定是要来带来好消息。好，那所以大卫呢，听到这个哈利路亚要赞美上主呢，好，那他只在乎的是他的儿子押沙龙啊，说押沙龙平安。好，亚西马斯回答说他看到群众大骚动，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好，是约押派来的。好，那王呢，好，就要亚西马斯退到一边了，让另外一个古时人来。好，所以这个古时原来是约押派来的。好，那但是呢，这个古诗人的回答是回答王，好，这个王又问是年轻人押沙龙平安吗？所以亚西马斯的答案呢，显然不让大卫满意。好，这古诗人的答案是：愿今天发生在押沙龙身上的事，也发生在你仇敌和一切背叛你的人的身上啊。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委婉啊，但是让大卫一听就明白，好，这个他的儿子背叛，他的儿子已经成为仇敌，好，大卫仇敌，他的儿子呢，好，上帝也已经灭绝了大卫的仇敌啊。好，那大卫对这件事情呢，一点都没有开心。好，那就悲从中来，到城楼的房间哀哭，一边走一边哀哭，我儿，我儿。好，这里连续用了5个我儿啊。所以上一次大卫叫押沙龙是我儿呢，好，是什么时候呢？是13章的时候，就是押沙龙背叛之前。但是当押沙龙背叛之后呢，大卫连一次都没有叫出他，好，我儿，也没有跟他对话，好，甚至约押想办法让押沙龙回来，大卫只是亲吻他，好，但是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对话，一直到押沙龙死掉之后呢，好，这时候才一连串的，好，就是叫出儿子啊，儿子啊，好，那
可见大卫呢，这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好，那他叫了再多的儿子也换不回押沙龙。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看见大卫他重新整顿派出去的军队，在以法莲跟押沙龙交战呢，是有地利之便。那但是大卫不在意战争的输赢，他最在意的是押沙龙他的儿子是否能够安好。而押沙龙的头发呢就被橡树给缠住，也让约押有机会赶到，使押沙龙一刀毙命，但是是用3支枪来射穿他的押沙龙的心哦。那这时候不仅是射穿押沙龙的心，也射穿了大卫的心哦。那祭司之子亚西马斯赶着要通风报信，但是呢却让大卫又焦急又悲痛。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大卫在这样子的悲痛当中，以至于他必须要来面对他所的这些生命的部署。那在诗篇63篇也是大卫逃难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的这首诗63篇1到4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可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好，那这诗篇63甚至61、62都是大卫呢在这段时期都逃难的时候心里面的写照。好，那虽然他紧紧的依靠神，但是他对他儿子的感情呢仍然是非常的深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塞拉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与我们的孩子或是与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活的时候不仅颂赞神，还活着的时候也能够与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的父母都能够有紧密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为我们今天有江南杯的桌球比赛各样的事工各样的安排，一切都能够顺利完成，能够荣耀神你的名，也能够使众人都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陈模，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